大家好，我是许分神。大家好，我是起司油。咻！其实有小朋友你好，你好。听讲动物变汽水系嘛？动物变哦，唔用蠓来变哦。磁铁。哦，用一条小手来变哦。既有按动蠓来线呢，你也知冇啦？你蠓来线？三角形。三角形啦，再加上你系蠓来线？三角形。五角形。六角形。哦，你有六角形，所以冇系可以用係吧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哦，按用做六角形係嘛？今日要按動蠓嘅線啊，看動到色都要哦。所以老太家講一下有蠓嘅色係嘛？有藍色、黃色、綠色、粉色。哇，按獎哦！即唔會用按呀變蠓嘅東西出來啦。有帽子炸彈。木做雜定啦。好嘛？最後咧，你提早去變呢係蠓嘅咯。炸彈。然後再把它煮上去。幾日係蠓係乜東西你待會就懂了。？OK。抓起我嚟來。聽書嘛。冇事冇。從小茶我現在打會了。有蠓嘅線啊，我冇看過。靈性啊 ，OK， 幾個變落來。好，等是懂了，就把它改到了這裡。你係乜嘅呢？車子。茶啊，幾個坐茶現在？這個是旅行車。哦，旅行茶。那你想去哪旅行？去山裡面。去山行旅行啊？去山行旅行，你都係多幾嚟踢足球好嘛？跟你做一隻球嚟啊，800塊，嚟足球，你跳嘛？跳啊！完成。還有。好嘛？你係唔係球嚟啊？最後咧。耶！老太家講嘢係乜嘅？球啊！乜嘅球？做球。好，請好拜，係有張願望唔能夠實現好嘛？好。爸爸想去外太空旅行，然後做一隻火箭。火箭 OK。OK 嗎 OK。好，拜託，我用茶來改裝係嘛？對。在這個完全的改完全變。好，給人來算咯。沒有以後發燒了。好來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木做濕咗，我發燒了。跟着發射了。一下到哪耶？外太空。外太空，注意哦，看有反應嘛，好嘛？好。那有反應，你看到嗎？給片，來，發射子彈，完了，成功嘞！好嘞。